能治疗师，他带了另外一个物理治疗师叫陈俊达老师要来，首先要这个是帅哥，就是陈俊达老师，他是新北市的万里仁爱之家专攻运动保健的物理治疗师，他来先跟我们讲解，然后下半场呢，我们才会请于宇春职能治疗师这两个。我刚刚所提到的，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清楚？一个是物理治疗，一个是职能治疗，两个都是非常专业的，对我们这些有乐龄的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首先要先请陈俊达物理治疗师来跟我们讲解，然后让后面的物理职能治疗的于宇春呢来教我们如何运动配合。我们先拍手鼓掌，欢迎他们。可能要等一下哦。Hello， 老师预备好了吗？Hello， 老师好。我是于宇春。老师好。老师好。因为桌上型的电脑没有摄影机，所以我是拿着手机。好，那因为我现在还在办公室里。我是于宇春，职能治疗师。那今天其实我很荣幸的邀请我的一个很好的同学哦，那他是陈俊达物理治疗师，他本身非常专攻在运动上面的，以及有一些有关长辈之间的互动，还有身体的保健哦，这块是他非常的厉害。那当然他也在运动防护上面也是一个非常专长的一个治疗师。他目前服务的位置是在新北市万里仁爱之家，那他所服务的对象也都是长者哦，所以就跟各位哥哥姐姐一样，就是他们常常需要提供很大量的运动的训练，以及提供很多有关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能够促进它的功能。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特别请陈老师来哦，我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他能够把在运动方面的一些建议哦，能够给各位，然后分享给各位，让大家都能够更知道说，我们平常在家里可以怎么用，然后可以怎么训练自己。好，那我的部分的话，我会再强调一些有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该怎么样去表现我们自己，以及怎么样去把我们可以应该说让自己可以管理得更好。好，所以待会的部分我会有 PPT 的介绍。好，我想请教一下陈老师上来了吗？好像我还没看到他的，好，还没看到他哈，没关系。好，那我先把我的 PPT 先切上去，然后我大概跟各位先做一些单纯的分享。好，然后待会可能我再透过可能用个10几分钟，然后我们再把时间先交给陈老师。好，好，各位应该已经看到我的 PPT 了哈。好，那我稍微就把我的手机可能就稍微先放下哈。好，其实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以各位来说，其实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里面，它其实包含的范围非常的广，包括你的食衣住行娱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以职能治疗师的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会是，我到底要知道我整个职能生活的表现。好，所以第一个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日常生活它其实包括的就是照顾你自己，就是照顾你自己的生活。第二个是除了跟我自己的生活有关之外，我还需要用到有关工具性的，也就是比如说我像刚刚各位在使用的，不管是电脑、平板或是手机，我们现在正在上的线上课程，它是需要透过一些工具，需要透过一些设备，
让你能够达到日常生活。像现在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人跟人直接接触，那我们最简单的透过视讯，有视讯的方式能够让大家联系那平常就要靠这种就是这些沟通的设备来去达成我的日常生活，所以它叫做日常性的就是工具性的日常生活。好，那也包括说，像我在家里，我需要去准备午餐，我需要去洗衣服，我需要去整理我的家务，它可能都跟我的工具性日常生活有关。所以原则上在这里我们大概会提到2个部分一个是你能不能够在家里面的日常生活，这些日常生活呢，包括从进食功能、穿脱衣服，能不能够在家里面移动，或是简单的社区的短距离移动，以及是不是你可以自己洗澡，然后维持你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一些盥洗，这个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活动。但是这个日常生活活动其实也对我们国家来说它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在提供，不管是补助、长期照护，或是未来要申请像外劳的照顾，它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日常生活的活动如果没有办法执行的话，那可能就会想到第一个是有所谓的失能的状态那第二个部分是提到工具性的日常生活的话，它其实就是更高阶一点，也就是我需要做到透过设备才有办法来完成的。那这个部分它不见得是跟维持生活有关，所以我们大概先把这2块区分出来好，那就职能评估的角色来看的话，原则上可以看到几件事情以我们一个人来说，大概可以把它分为3个部分，一个叫做日常生活，一个叫做工作，第3个叫做休闲。日常生活刚刚很清楚了，包括每一天的吃喝拉撒。以各位来说，工作这一项，如果你还有工作，你可以在上班，或是你还有一些比如像志工，它都是维持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以小朋友来说，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学习，就是好好的玩。以大人来说，他的工作就是要能够有收入，他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然后有工作也能够让他能够每一天在生活当中他能够可能做到一些交换比如说假设我提供我的体力，我去换取我要的东西那再来第3个部分叫做休闲。如果只有工作跟日常生活，其实没有休闲，一个人的生活是没办法维持稳定的，甚至是没有办法能够让他身心灵都健康。所以我们大概会朝这3个角度来看：日常生活、工作以及休闲活动。好，那其实大家遇到最大的都是在角色上面的转换以我来说，我的日常生活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在工作上面，我在我上班的单位我变成是治疗师，但是我跟着我的同事的时候，我变成我是同事，我就不是上班的角色。在上班的时候，我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在家里我变成我是一个应该讲我妈妈的小孩，然后再来是我也是我女儿的爸爸。所以这个角色转换变得非常的重要，在工作上面就会有不同的变化，以及不同的程度的呈现。好，所以角色转换其实非常的重要当我在以工作的这个层面来说，我必须要第一个是我能够有工作的收入，但是我在家里面我的工作是什么？我要维持我家里的运作。好，那我的工作变成是我就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我是可能是大家互相协调出来的这个角色。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必须要再换到我如果休闲生活去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是一个运动者，我可能是一个要能够维持我生活机能的。所以那个工作或是那个休闲娱乐，它的角色是一直在转换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以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制定的一些政策里面，它有提到有关日常生活这件事情。
其实我一直强调，日常生活它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年纪慢慢的增长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功能慢慢退化，但这个退化不代表我就没有能力了。我记得先前跟各位哥哥姐姐曾经上过我们有关就是在还没有到疾病的状态，也就是可能已经出现有一些衰弱，或是有一些退化，让你开始出现，好像我的体力不如从前，我的动作可能没办法做这么好，平衡变差了，或是我的触感变差了，口味也变重了，它是因为一些生活机能上面的退化所导致，所以就国家也会想到说，这些东西我有没有能够在这上面提供协助的，特别是每一项活动我能够怎么样去让你能够达到原来的功能，所以它就会有很多的需求评估。好，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只想大概提到2种东西哦，那我后面慢慢跟各位提。一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其实日常生活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哦，大家可以猜一下哦，从日常生活我们从小小的时候开始学，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学会的叫做吃东西。吃东西是一个很单纯的哦，一个小 baby 他先学会了吃东西，有了吃东西之后，他才慢慢开始他会走路嘛，等到他会走路了之后，他才开始慢慢学到更多的动作，他才学会了大小便的控制，一直到最后他变成比如说像盥洗、洗澡。所以各位可以先想哦，从小朋友的生活一直慢慢成长，我们会发现他从最基本的动作一直到比较复杂的，刚刚我提到就是像洗澡这件事情。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少了这一些，好像就会出问题，但是这些东西也牵扯到我需要大量的体能才能去维持。好，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就日常生活来说，我就真的要去维持我生活的机能跟生活的体能，我才能够执行到我刚刚要有的这些。就算是最基本的进食，我手的能力以及我口腔的咀嚼的力量到底适不适当，这都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哦。好，那日常生活评估里面，其实我想很单纯的也可以找到，就是说我们将来怎么样去定我的运动计划，或是我的复健计划，或是我的生活中我该怎么样去改变我自己。好，那我想大概会有几个东西可以让大家看，一个是我们希望是每一个人他都要有很自己的重要性，所以他的价值观非常的重要，甚至是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独立自主，也就是他能够自己执行自己的日常生活，那相对的我们在依赖上面就会变少。第三个是你在执行在家里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的就是安全性所以日常生活我们还要考虑到安全这件事。第四个是考虑品质，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我吃饭这件事吃饭虽然是最先学会的，但是吃饭如果我吃的时候，我到底吃的是很有品质还是没有品质？比如我吃的时候是掉了一地的，还是我是可以好好的吃完？甚至是我在吃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要有所谓的色香味，能不能让我吃的时候觉得哇这餐吃起来真棒所以其实我们就要考虑这些因素在里面。好，那当然它评估有很多种，我们待会会介绍一个，就是有2种，其中一种是我们最常在我们国家被使用到的好，那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有非常多人都可以用，这个目前是我们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常用的一个评估表，那这上面其实列了非常非常多种，但是我想等一下我只针这2种来做介绍就好。比如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听到的一个叫巴氏量表巴氏量表当时设计出来，在1965年的时候，它设计的时候，它是针对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从进食一直到最后的盥洗，就洗澡，它这些都给予适当的分数，我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需要提供协助，或是我在生活当中需不需要再加强哪些训练，让它可以更好。那在下面的话，这边有提到非常多的评估表，那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再把这些资料呈现给各位，让大家能够都知道。那你看从这边如果假设我要看它的失能评估的话，我常常就会要看到一个叫做基本日常生活功能，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最基本的那10个东西它叫做 BADL。 那另外一种叫做工具性的日常生活，那我们就要做到有跟工具有关，比如说我能不能够使用计算机
能不能够到 Seven 去做采买，能不能够在家里透过视讯，这个都可能需要考虑的。当然还有更多，比如说像进阶性的，那它可能就做得更高阶好，我们后面把它很快的让各位先知道几个，在日本基本日常生活功能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有10个原则上它有10个，就是以评估表来说，或是以国家的标准，它有10个。第一个叫做进食进食，你能不能够自己吃完，能不能把食物送到嘴巴里面，或是简单的从餐盘的准备跟安排。第二个是咀嚼，能不能够放到嘴巴里可以顺畅的咀嚼吞咽下去。毕竟进食它有分的是，你可能是口腔进食或是管灌。那咀嚼的部分它包括就是你能不能吞下去，能不能够用吸管第三个叫做功能性的移动，能不能够在家里面做短距离的移行，甚至如果假设不能行走，我可以用轮椅来行动，或是用助行器。第4个是穿脱衣服，我能不能够自己把衣服穿好脱好。第5个是洗澡。第6个是大小便的控制。大小便控制其实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做到所谓的就是应该算控制的能力。因为大小便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一旦它有失禁的话，表示我大脑的自制力会下降。在第7个部分是个人器具的照顾，比如说你自己是不是有眼镜啊，或是你有假牙、义肢辅具，你能不能够照顾它，不会走到哪里就把它忘掉了。第8个是个人卫生跟盥洗，比如说我要刷牙、洗脸。那第9个性生活在我们评估上面或者在我们日常讨论，我们不会把它提到。第10个是休闲跟睡眠睡觉。第11个是厕所卫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针对这11个虽然我们大家都讲10个，但是我们这11个项目里面，我们其实是能不能够让它执行日常生活很重要的点。这些东西都牵扯到我需要有一定的体能、一定的生活机能，我才能够达到。好，那我后面就让大家看到，它会有2种在日常生活最先看到的2个评估表，一个叫做 K 值，一个凯兹量表，一个叫巴氏量表。那我刚刚特别也提到，很容易看到的就是进食是一个最容易训练出来的，但是进食它在消失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最后消失掉的。洗澡是我们最后面学会的事情，但是它也是第一个最会容易丧失掉的能力。也就是说，洗澡它牵扯到它需要肢体动作，需要平衡，然后肢体概念，但是进食可能不需要，所以洗澡是一个非常高的功能。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如果假设洗澡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先去想它是不是平衡出了问题，还是它对于姿势控制出现了问题，我需要加强哪些训练。好，那我把刚刚提到的2个评估表，一个叫凯兹日常生活量表，跟我们的巴氏量表，就很单纯让大家看一下。比如像凯兹日常生活量表这边可以看到，它就只有6个项目，一个叫做洗澡、穿衣、如厕、移位、大小便控制、进食。各位可以看到，越下面是越基本，越下面是越基本的，越上面像洗澡就是越难的。所以让大家先看一件事从最上面看到的，通常它是最容易会先消失的。那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数比如说从第1点到第3点，从洗澡到进食。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的中间，这个是独立，只要你独立有打勾就是1分，如果依赖就是0分。所以你看它最高分是6分，也就是如果各位你是6分的话，那表示你是独立自主的。那如果你越低分0分的话，就完全依赖。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好，那当然它也在区分了7个等级，但这个7分等级就是我在哪几项可能有多一个，有一个跟没有。比如像我们刚刚提到，最先会退化的第一件事情叫做洗澡。所以如果假设我只有洗澡没有办法达成，但是我其他5项都可以，表示我是5分，我可能就是 B。在等级上面我就是 B。就是比独立还要再差一点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最常看到或最常听到叫巴氏量表，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最常使用的。它比刚刚的凯兹量表再多了更多，它总共有10个项目。
这10个项目里面呢，也可以让你知道说，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到底有哪些需要协助。好，所以让大家先看一下，从进食、移位、个人卫生、如厕、洗澡、平地行走、上下楼梯、穿脱衣服，好，还有大小便控制。那这些项目呢，它总分加总是100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据这样的状况，让我自己知道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需要有人来协助我。那分数越高，表示各位越独立，那当然动作就变成是你的生活休闲生活了，就不再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好，那我们刚刚也看到说，这个评估表它其实很单纯，就只有去勾一勾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今天假设各位有时间，就大家去把那个评估表看一看，那你可以就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协助。那当然这里也是一样，100分是最好的，0分是最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再加强，哪些是我做得很好，那我必须要让它再维持的。好，所以这里大概就有。那我们也会看到有一部分长者他可能会呈现所谓的轻度的失能，或是微量的失能，也就表示他可能有其中1项2项是需要协助的。比如以我妈妈来说，我妈妈在家里面，虽然我妈妈中风了这么多年，我妈妈也可以维持进食、移位、如厕、洗澡、平地行走、穿脱衣服。那我妈妈她会有几项，比如说如厕，那个上完厕所，那裤子需要我帮她拉一拉才会弄得比较好，所以会有一些地方你就会看到它是微量的失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各位也要注意一下。好，那这个表是巴氏量表，它标准的量表在这里。好，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个叫做工具性的日常生活，就是再多一点点，不只是我维持我的功能咯，我现在可以达到像现在大家可以比如用视讯的方式来上课，或是可以跟大家互动，甚至像刚刚我们在暖场的时候，老师可以带着跟大家做运动。那你看这个中间需要透过设备才能够让你达到。那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它的工具性日常生活的话，它就包括比如说我可能要上街购物、外出活动，甚至家务的维持，以及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财务的处理能力。我的钱到底我可以怎么去处理？我到底有哪些钱要怎么分配？然后今天去买的东西，他找钱给我，能不能清楚他找对或找错？好，那同样的，他有这样的表格，那各位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以你自己最近1个月的表现，是不是有哪个地方是需要再留意的？因为它很重要的一个点会告诉我们，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都 OK 但是有些时候你去看评估量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在某些地方可能需要再加强一些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量表里面可能会让大家看到。那从这里面各位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需要透过很多的动作、很多的活动，让你去维持你的基本体能，达到我日常生活能够更加的顺畅或更加的好嘛。因为毕竟日常生活不好，我们做再多的运动都没有什么用必须要维持我的生活机能。好，这是我大概先开场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请陈老师来跟各位再做说明有关动作的部分，以及各位在居家可以做哪些的动作训练。好，以上是我的大概简单的分享。好，陈老师在吗？陈老师 ，Hello， 我们可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请容我打个电话给陈老师一下。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的手机架还没有把它设定好，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腾出双手，尽可能我们把双手腾出来，然后应该也是要找一张安全的椅子。然后等一下老师会带我们做运动哦。好，那我们也顺便借这个时间预备一下，还有记得准备水哦，还有毛巾。
你们的手机架都怎么架？有专门的那个放着可以调整吗？用谱架架着。哦，很厉害哦。然后我之前手机都一直乱架，然后就一直掉，很伤脑筋的。我觉得要架手机还是有专门的好用，可是谱架很好用。好，老师可以了吗？有联络到了吗？喂，陈老师需要有人让他同意加入才可以进去。好的，那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因为都有加入哦，一直陆陆续续都有新同学一直进来。他说一直没有办法加入进去。他的那个连结是对的吗？对，就是我传过去的。那要不要再试试看？我再传一次过去给他。对。好，要打代码啦，要打代码，要打代码，要打代码。有啊，有，老师他会打代码。好，我们稍等一下啊。好像还是没有进来。我这边没有看到那个，没有，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新同学要加入。再等我一下，我去找，再打电话给他。好，那我们等老师一下。我想问问看呢，如果这样子的疫情在家里，你们在家里改变方式啊，跟上礼拜不一样。啊，娟丽姐，您说，好，没关系。我想问一下哦，你们在家里会做运动的有吗？你们会不会做运动啊？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运动习惯的，会吗？在床上做运动，多少都会，多少都有做运动。有，我看到了，秀英姐的也很厉害。秀英姐用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看一下，橘色的一条，长条的什么？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那个很好用哦。以前有在教会上课啦。这一条叫做弹力带哦，它是阻力运动，这个非常好用。如果你们有的话，我也可以带你们做。对，弹力带就是现在其实运动在推广啊，大家都会借有很多的器材，像弹力带，还有将会有一个健康环，健康环也是协会很认真的花了一套都要2000多块在购买，然后还有什么弹力带啊？我自己的模组我是，老师进来咯。老师进来了吗？老师你要开麦克风哦。好，那个券，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像还在准备。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好，我们陈老师出现了。老师要记得开麦克风。有看到一个陈昭格老师。有，穿白色衣服。你有，这样子听得到吗？有，听到了。好，谢谢。那我就直接把现在的时间先交给陈老师。陈老师好。你好。老师好。于老师是说今天要上的是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这样看得到这些字吗？看得到，看得到，但是要放大荧幕，就是点那个。要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就是点那个点播音那个。
对，要等大一点，对对，这样比较好。对，谢谢。我目前是服务在万里的新北市立仁爱之家。那有通过那个甲类辅具的评估治疗师嘛，然后有去考那个体适能指导员。那目前去年跟今年都接了那个甲级足球队的防护员。那这里是一个应该是9年前吧，9年前的那个芬兰的活跃的老化。大概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说，他们国家针对这些老人所做的这些运动的方向。在安全的保护之下，你要怎么样翻身，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老师你在播影片吗？有看到吗？没有，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影片。只有看到 PPT， 只有看到 PPT， 没有看到影片。有荧幕啊，有荧幕啊。有看到荧幕吗？只有 PPT， 只有 PPT。只有投影片的荧幕。要放大吗？不，没有看到影片。现在都没有看到那个影带，对不对？是的，老师。好，那我弄一下。好，谢谢。陈老师可不可以直接就针对这个部分，就影片的内容，你大概先用说明的，那就是你边说，然后边处理一下你现在目前那边遇到的技术问题，那我们才可以很快的把就是大概你那影片里面所要陈述的内容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然后最后再做解释，好吗？好，那我先讲。那老师现在有看到这个 PPT 的部分是不是？完全没有。目前没有。是的。好，那现在呢？现在有看到投影片，有啦，有看到投影片。好，那就先讲啊，来，这个是活跃老化，是在9年前，芬兰的国家他们已经实施了，大概是以65岁以上的老先生、老太太在社区以附近周遭的大学运动室为主，那涵盖的是运动防护员跟治疗师，在让这些长辈能够在很安全的环境底下做了一个运动的，那当然是由我们的公司去拍摄，还有一些是有学生也是物理治疗师在那边实习，所以一起拍摄的影片哈。那等一下再播一下好了。接下来是说在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这边来做详述的部分。那这个图有看到吗？有。好，那还是名人哦。左边这一张
为什么会拿它出来？就是有氧运动。那以馆长跟韩国这个郑多燕也称为老师好了。那因为他当初也是有点肥胖，可是被先生诟病吧，那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他自己的一些运动。那他讲健身运动，可是馆长就是诟病他健身应该像我这样子，而不是像你这个样子。好，那右边的部分就是今年的台湾之光哦，郭婞淳。那他这个照片是在2017年我们的台湾的4大运所拍摄的哦。那今年也有获得金牌。好，下一张。那有氧运动里面呢，这一张的照片大概就是一些右上角的左上角的是他的慢跑哦，然后右上角的是我们的地板操，那下面的是自由车哦，这是我去跟的。好，那在有氧运动这一块来讲，你能够提供能量的运动就是有氧的代谢，然后呢，你要持续的至少要超过90到120秒，哦，然后你的心跳速率大概要在最大心跳速率的70%，哦，这个才称为有氧运动。那么运动起来的情况是你要有点喘，可是你还能说话，哦，可能跟一起运动的人一起运动，然后边运动边说话，哦，爬山也可以边爬边讲话，哦，大概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因为运动要消耗卡路里，那么至少要持续20分钟以上，哦，所以你刚刚看到地板，哦，慢跑，哦，大概以这个时间点来算的话，哦，都包括在内。那这里有提到，就是像跑步、骑自行车，哦，家里面的室内的飞轮。游泳也算，哦，然后刚刚的健身操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只跑5分钟，你也看不到那效果。再来是一个减重，哦，有氧运动的好处还是一个减重方面，那促进体内的脂肪的分解，哦，基本上还是达到减脂的效果。那再来是提升了心肺能力。那心肺能力增加，你的运动时间就会增长，接着就能够减脂哦。然后再来就是缓解那个忧郁，有些人在家里面一直待着也没有在动，可是想东想西，那大部分的忧郁就是这样子累积起来的哦。然后你因为运动，所以你的体内循环增加，那么大脑内的内分哦，内啡就会增加，那么就能够缓解哦比较轻度的忧郁哦，是有帮助的。然后呢，有氧运动还能够帮助睡眠哦，因为长时间的动，你肌肉就会放松哦，循环增加就会放松。那根据研究，那失眠的人能够在傍晚做有氧运动，晚上睡着的速度哦，可以快了54%哦，那也比平常多睡了37%哦。再来就是一个预防骨质疏松。那有氧运动，因为你骨骼有受力增加，骨细胞和骨骼生长的因子会被唤醒，哦，这个就可以刺激骨骼的生长，然后对于预防骨质疏松会稍微有帮助。那有氧运动要做多久才会有效？那么现在谈的就是333的部分，哦，就是说你至少要运动30分钟，然后心跳要达到130下，或者是你最大心跳的速率要70%哦。那每周呢，就至少要3天，才会达到这样规律的运动哦，至少这样才会有效。那我个人的见解是说，因为你心跳要跳到130下，我想年纪大的长辈确实是很难达到130下哦。有些也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可能130下对他来讲就会造成一些困扰。哦，我大概会在这个部分来讲有所取舍。哦，接着呢是无氧运动，那么身体用无氧代谢呢产生的 ATP 作为能量的运动，哦，
然后约在90秒到120秒之间，那个无氧的代谢过程会产生乳酸哦。有时候你运动之后会产生那个肌肉的酸痛，那一部分会讲乳酸堆积，可是目前在运动上来讲，有些反而不是乳酸堆积哦，这个可能待会我们再自述一下。然后你的运动时间哦，因为无氧运动，所以它很短哦，强度会很高。然后你心跳率要最大的心跳率是到85%到90%哦，这个要比刚刚有氧是70%还高。然后运动期间是无法讲话哦，顺畅的呼吸都没有办法，然后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运动哦，通常的时间1分钟、2分钟就很紧绷了哦。大概来看这3张照片，左上角的呢就是重量哑铃重量的训练，然后右上角呢就是我们室内的一般的伏地挺身。然后左下角的刚刚就是讲的郭婞淳哦，今年的金牌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那无氧运动方面呢，也是肌肉的力量运动，那个强度很高哦，它会破坏肌肉，造成那个肌纤维的受损，然后促进了肌肉增长，那增加肌肉量非常有帮助。那我在仁爱之家从去年7月8号申请那个健身房开始，那只有6个学员跟着。那当然，仁爱之家的环境是一个山坡，面对的是翡翠湾，然后都是斜坡，你走路怎么样？除了斜坡就是楼梯。那老先生、老太太这6个人训练了半年之后，可以从后门下斜坡到龟吼渔港。然后走下去，直接再爬上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平常如果他在办公室这边要回到他，像老太太回到他的住房，可能要爬个斜坡，大概10层楼的高度回去。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就好。他平常在没有训练的时候，走路从餐厅，这1层楼。餐厅的部分要走回他的住宿点，可能要爬个5、6层，哦，大概200、300个阶梯，他觉得他会喘。可是我们从去年7月8号，健身之后，然后实施到今年年初，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他从办公室这个高度跟餐厅一样的高度，回到他的住房。其实他不觉得喘，哦，那另外的是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其实他还有身上的退化性的疾病，哦，包括肩膀啊，包括腰椎，包括膝盖、脚踝，其实都有。那么训练方向还是会注意他这个疾病的不要再发生。那另外的是因为在复健当中还有一些热疗的仪器，哦，帮助他能够增加血液循环，然后重量训练它肌力增加，那相对的它的心肺耐受力就会增加，所以也因此，这些照片哦，大概是左边的是我在餐厅哦教了一些长辈哦，包括一个深蹲的动作哦，中间的部分就是拉一个弹性带哦，大概取这个图，然后那个右边的话是。大概也是1公斤的哑铃，然后在健身房部分是每周1、3、5下午1点，下午2点到3点。那另外的是刚刚看到右边这个照片，我大概是以1公斤的重量，请他们先做一个热身，可能5分钟，可能10分钟。有些长辈像其中有一个长辈，他是香港人，他是以前足球队队员，他对于健身这个方向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器材，那么我去年申请了器材之后，他基本上天天都会来做这个重量训练，哦，只有他最重，其他的呢是慢慢增加。那么如果实施到防疫3级警戒之前，大概足球队这个
老先生大概可以做到35公斤，哦，可以躺着举起来大概20下到30下是没问题的。那么其他的呢，大概老太太会比较轻一点，哦，大概在15到20公斤，一样是20下的次数，哦，做的2次到3次，哦，基本上就是让它增加肌肉能力跟肌耐力，还有心肺力这个部分。哦，那无氧运动的好处，因为时间短，哦，那消耗热量，它主要是锻炼肌肉。那再来就是说，你做完无氧运动，如果再接着做有氧运动，哦，这个增加消耗脂肪的速率。那刚刚有提到无氧运动的部分，就是要增加肌肉量，哦，促进肌肉生长，增加提升这个代谢速率。那么因为你在肌肉运动当中，你肌肉充血，所以那个体温就会增加，跟着上升。那么这里提到每上升体温摄氏1度，那么你基础的代谢率就会提升到12%。哦，那另外一个是体内的生长激素也会增加。这个部分就提到的是，像年轻的运动员，可能15岁、20岁之间，他增加这个重量的压，有些人会觉得长不高，其实也不见得。哦，有些人长得很高。哦，所以在这个生长激素当中，哦，也有帮助。那么无氧运动做了多久才会有效果？大概你持续10分钟就够了。哦，原则上来讲，重量训练我刚刚讲，你做了30下，哦，休息30秒到1分钟，再做30下，这个时间其实没有超过10分钟。哦，只是你的动作。你要帮助到哪些肌肉群？哦，比如说你深蹲，大概是臀大肌哦，臀肌肌群跟那个腿大肌肌群哦，基本上你用深蹲的训练来帮助你走路稳定哦，核心肌群哦，其实也很重要哦。那运动当下确定是不能过度的哦，因为我在评估的时候。你能够用30公斤举了10下，那么就以10下为主，哦，2次、3次，哦，如果在当中你有注意它可能会没力气，会讲，哦，大概就会把那个重量杠，哦，就取掉，哦，大概是这样的注意。那再来就是说，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刚刚讲的顺序来讲，还是要先无氧运动，哦，你无氧运动会这个代谢的情况，哦，会先。体内这个肝糖，你被无氧代谢到一定的速率，哦，接着这种有氧运动把这个速率增加，那么你减脂上来讲就会比较帮助会比较大，哦，原则上来讲，比如说你有重量训练，大概拿个哑铃，哦，或者是背着一些杠铃，哦，那么你几分钟之后，刚刚讲10分钟之后。然后你再骑脚踏车，可能骑个20分钟，哦，加一点阻力，哦，可能20分钟1次2次，大概来讲，这样子消耗大量的肝糖，哦，那么你在无氧先做，再做有氧的话，哦，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那因为无氧运动是一种高强度的间接哈，那有氧运动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么。比如说你做30秒的深蹲，哦，可能20下、30下，哦，你休息30秒，哦，再换一个30秒的单腿的一个 legs， 哦，就是抬腿，哦，或者是你深蹲、半蹲都可以，哦，一样的交互的运动。然后这里有一点是说，你运动完之后要不要补充营养？哦，我觉得，哦，很多文献也研究，确实是需要的，哦，包括你吃一些。现在坊间很多的一些乳清蛋白，哦，目前来讲，我刚刚提到我仁爱之家我用的方式是在去年7月8号开始到今年疫情之前，那么长辈他们运动完1个小时之后，基本上我还是会冲乳清蛋白，哦，大概300 CC，
给他们喝，然后补充这些蛋白质。那你会问到乳清蛋白是在运动前、运动后之后再喝呢？其实都可以但是你喝完了之前喝，你喝完了还是得先休息一下不可以马上做运动，因为有些还是会溢出来的问题比如说你打嗝，可能就会把那个刚刚喝的水分会喷出来，那个还是要注意那一些低脂的蛋白或者是低 GI 的饮料饮食这是减肥或者在运动当中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刚刚讲运动营养的部分你刚刚看到这个图呢就是你先最左边来讲你先站着休息一下再来做一个那个弓箭步的深蹲然后做了这样的几次20次或者是2次之后呢，休息30秒就站起来休息再换脚就是这样的运动方式。那这张图做的是呢，我们下背肌群的牵拉一般来讲，如果你用地板的话，你现在看到图的他的右脚，执行者的右脚可能会碰触到地板有些人是因为很少运动，你讲的是肌衰症、肌少症之后，那么你平常本来就不太运动，可是你运动起来会很累。那原则上来讲，有些是因为你的所谓的现在的那个内膜那个肌筋膜很紧所以你动的不是像图上这个测试者他可以拉得这么高我相信慢慢的拉他还是会松掉，所以原则上来讲也不需要跟他一样，他大腿跟身体几乎成了90度其实有时候不需要，那么你就可以角度可以缩小一点，可能30度开始，40度开始到60度到75度到90度大概来讲慢慢的拉，每个人因体质而异不可能你我的筋那个软筋有这么松，不见得，所以还是慢慢的拉，可能1个月的时间来看1个礼拜可能30度，第2个礼拜看看45度上得去上不去，如果上不去你还是会回到30度的角度。然后呢图上只有一边，那么我会建议还是2边，因为我们人是两边是对称的，左右跟前后都是对称的，你做了右边左边不做还是不行好，那么这是徒手才从网络上抓起来的运动，可能还是我看能不能先看一下好了。陈老师没有声音了，有声音吗？现在有了。这个有图吗？有。有看到图吗？有。这个基本上全部都是核心肌群的运动。如果我们从左上来看的话，你身体的摆动，你站着不动，你身体的摆动，你必须要核心肌群，就是身体的肌肉群要先稳定身体。你做手脚的摆动，基本上身体的核心肌群要先稳定。以前在学校知道的身体的起始动作，第一个肌肉启发是在腰大肌在腰大肌能够稳定腰方肌能够稳定身体之后，你的手脚才能做运动。如果你的腰肌没有先启动，这个核心肌群没有先启动，你要做这样的核心肌群，可能你的平衡就会失去，可能就会跌倒这个部分。好，
原则上来讲，运动的方向大概就这几个方向。那就回到刚刚我这个 PPT 之前我们这个时代的之前的那个公式这一块我们来看看。陈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影片的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大概10分钟。因为我有请小茹帮我们直接从网络上面抓那个档案下来，可能会快一点。没有，我现在已经可以分享了。好，请问有看到吗？看到了。好。这样子好。没有声音是正常的哈。好，我把声音弄大一点。这个不是1、2天就能够执行这样的动作。我个人会要求，我会先让他们做上标准的动作之后，可能1个月、2个月，让他们记得怎么样比较正确的动作之后，我才会让他们执行这样的动作。原则上场地保护跟安全确实很重要，因为不可以因为运动造成受伤。你一受伤，可能3个礼拜、2个月就要先休息。这是地板上快速的运动。长辈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本体感觉的下降或者丧失，他在平衡上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而不是肌肉没力气而已。当然，相对的是，他的那个肌力跟平衡就会同时丧失。主要的是拉筋你没有把你身体的筋拉松掉你的关节会很紧绷。年纪越大，你越不想动，你的关节越紧绷所以还是有些教授来做指导。都没有声音呢，没有声音呢。没关系，他讲也不是讲中文。所以你看，这个其实你训练3个月到6个月，其实就能够表现这样子那他刚刚有提到他们会筛选你身体的疾病情况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还是会让你休息。
好，这个就影片的部分。那么大概在运动上面来讲，就是我这一年的心得啦。哦，如果说长辈他们在我们做身体评估，他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哦，我大概就会以个别化的训练来讲为主哦。那有些老太太身体也比较弱，所以原则上我就不会让她做那个比较重，或者是她看到像同时训练的长辈，他觉得说，他用30公斤，我可以用30公斤，没有，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哦，我还是依照他测试之后，他能够执行多少的重量，我才会从那边开始执行。哦，他的计划。哦，原则上来讲，刚刚有提到333的计划，那维持还是每周一定要3次。哦，除了增加肌力、增加肌耐力以外，就是让他的关节活动度要增加。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像打球，哦，就是自己拍球。那拍球来讲的话，就是在手眼协调，或者是你的敏捷度，哦，球要跑，你的敏捷度能不能这样训练？哦，对年纪大来讲是如此。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那个场地里面很多的器材，我跟我的同事，包括护士，包括其他的社工员讲，他看到我有跑步机，他说那个跑步机应该放到我家，那我就跟他讲，放到你家，它就是变成废物，你不会去动它。可是如果它放在运动室，你来了呢，看到大家都在动，你可能就会动一下。哦，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运动是孤独的，你要怎么跑，你要怎么跳，哦，你要举重多少，这个都是自己个人获得的，别人运动了这么多。哦，根本不会长在你身上。哦，这是我这几年的心得。大概还是说，你个人的运动还是很孤独，可是你一定要要求自己哦，关节的活动，哦，核心肌群的训练，然后可能踩脚踏车、爬有高度的位置，但是你的肌力要不要增加？首先还是肌力跟肌耐力，再有心肺耐力，再来是柔软度。这个目前这几年我们讲到的，在国健署当中讲到这些主要的，就这4类，你能够把这4类放到你自己身上来讲，你的肌力增加了，哦，耐力、心肺耐力增加了，你要走得更远，哦，活动得更久，哦，原则上才有帮助。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营养的部分，有时候你的3餐哦，可能点心或者宵夜这个方面，有些人吃的呢只是长胖，哦，那原则上我会因为运动的关系，哦，会增加这个乳清蛋白来喝，哦，再来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取，哦，目前我会以这个方向来做长辈他们的运动跟营养的部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时间，那其实仁爱之家里面的长辈，其实他时间很多，哦，就是像退休生活一样，哦，就已经长期的住在这里面，哦，可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可能很懒散，哦，或者是以前工作很卖力，那现在退休了就不想动，还是有的，哦，那有些想动的长辈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山坡地会跟主任要求一个空地，他可能种菜，哦，目前来讲，因为动保处有一些像鸟类，哦，是人家遗弃的，哦，就会接到这样的鸟类，让他们来养，让他们所谓的心灵上的寄托啦，大概是这样子。那原则上我的讲到这个部分，不晓得老师这方面或者是长辈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来讨论。我想陈老师刚刚其实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哦，就是从运动的角度里面可以分为所谓的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然后陈老师刚刚也特别提到一个哦，就是有关营养的补充。
在我们应该是2年前的课程里面，曾经有各位哥哥姐姐们提到过，营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蛋白质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我们会认为牙口不好，我就少吃肉类。可是这几年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其实蛋白质的摄取对我们肌肉量的维持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刚刚有提到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到底哪个先比较好？原则上先做无氧运动，也就是做比如说像仰卧起坐啊，或是坐在椅子上面就抬脚啊，做这样的无氧运动之后，再去做有氧运动，会让你更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叫做平衡跟肌肉力量。当我的平衡不够好的时候，我做不出来运动；当我的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运动的品质会下降。所以其实刚刚陈老师有特别提到几个点，就是在做运动的时候，各位哥哥姐姐其实不用去强调说我一定要做到强度要多强，实际上慢慢的做一样可以达到。在我们几年前的课程里面也告诉各位，我们在家里利用椅子我就可以做训练，坐在椅子上，站在椅子旁边，我都可以练习抬腿，练习垫脚尖。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各位强调一次一个最基本的平衡动作，也就是你能不能够站着垫脚尖这件事情可以取决你的平衡以及你的肌力所以不要小看垫脚尖走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垫脚尖走路，或是我站在椅子的旁边，手扶着椅子垫脚尖站，都可以有效的训练你的肌肉力量。那我也记得曾经有一个研究也告诉我们嘛，我要怎么去看我的肌肉是不是衰弱？很简单，就是用手指，用我的手指大拇指跟食指2只手对在一起，这围成一个圆圈圈。如果假设我的小腿能够被围起来，表示我小腿肌群太少，很有可能各位就会变成所谓衰弱的那一群。所以我们也就是说，当各位如果能够训练你垫脚尖走路或是垫脚尖站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平衡以及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被训练得出来。好，那我们再看到陈老师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些运动的方式，不管是拉筋也不管是我们在做比较有氧的活动的话，你可能才会比较能够注意到安全的这一项。好，以上是大概我把刚刚陈老师的部分做一个总结，然后刚刚也在陈老师还没来的时候，我有跟各位分享有关日常生活这一块。当我的肌肉力量不好，当我的运动能力不好，相对我的日常生活就会开始慢慢的退化。所以一直很强调日常生活这几个项目里面是可以让各位去自己自我检视，我有没有地方需要协助。再来就是从运动的角度去维持我生活的基本机能，我才能够达到我的日常生活以及休闲活动更好的品质。所以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它可以增加你很大量的生活品质，这一点是必须要请各位去再多加留意的。好，那大概这个是我们今天针对就是给各位的运动上面的建议那因为很抱歉，因为它是一个线上的课程，我们没有办法带着各位，实际上叫陈老师跳给各位看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我们如果有实体这样的课程的话，我们叫陈老师直接带着动作，带着各位去做运动，甚至是带着设备，让各位练习一下，找到家里可以使用的设备，也能够在你很轻松的方式就会可以动一动。好，那不晓得各位哥哥姐姐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陈老师的，或是什么地方我没有说得很清楚的，也麻烦各位提出来。于老师跟陈老师2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松年大学我今天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是非常的羡慕像仁爱之家芬兰的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有那么运动设施，当然台湾这部分可能有些地方有，像在沃运那边有，但是如果说像我们的松年大学有没有可能说专门开
这个课程，然后当然如果说实体开放以后啦，就疫情解封完全都没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像一学期这样子来开放，然后有2位老师，或是说你们推荐的老师，我们开整学期每个礼拜最起码1次。那我想这样子我们的年龄层、肌肉、平衡力整个都会非常好，而且身体也会非常好，根本吃药的机会会更少。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也希望说，如果2位老师能够帮我们想想看。当然，于宇孙老师，我们时常会跟你有一个互动，会再请教你看看以后要怎么走会比较好。谢谢2位老师，谢谢。我现在播这个影片，不晓得线上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这是我们的78岁老太太。做深蹲，我还是请她背着一个杠铃。20公斤，确实是没问题。两边还是有。刚刚看到影片上左边的就是那个足球员退休的，那这个呢，这个老先生是92岁，大家都有看到吧？有。绝对不是从一开始就20公斤，一开始就是空杠，这是第3个人，一开始是空杠，把姿势调整好，可能1个月，第2个月开始从10公斤。增加15公斤到20公斤。目前来讲，我从去年到现在来讲，以这个重量来增加，大概他们都可以接受。大概就这样子。我想陈老师很专注的一个点其实就是他在运动处方上面的设计跟运动处方上面的给予啊。那刚刚也特别提到。就是不管校长刚刚特别说的，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这样？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有机会让陈老师来一趟，我们针对每一位长辈给他一个运动的处方，至少知道他运动的强度、运动的频率以及使用的运动的方式，给他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处方。那一段时间再重新再检测，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也可以再引荐我在体大的学生，我们适应体育学系一个学生，他目前也在有一些健身房里面做所谓有关那个长辈的一些有氧运动，就是等于是带动唱那种概念。好，那他的方式就是每一周，比如说至少有1个小时，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带动跳或带动唱的方式，带着各位一起动。那透过每周的训练以及陈老师给予的运动处方，其实在日常生活也可以训练，其实我们就可以达到功能不要退化这件事。那我相信这个也在未来应该是可以把它整个课程再做更强化。那因为我们几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大概做的都是把每个一个小段把它慢慢做分享。有机会我们当然可能也会把它变成是比较实体的，然后是一个常态性的，甚至也可能请陈老师在协助我们，是不是能够规划，就像真的是像老人家或者银发族的一个运动型的活动课程，这样子它变成每一周也都有固定的活动，然后甚至是我们可以改变运用不同的设备，怎么样达到我要的那个运动处方的结果。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谢谢于宇春老师的补充说明，非常棒。那因为我们下学期已经要开始要排课了，当然呢，如果能够实体是最好，没有办法实体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2位老师能够继续来，然后再帮我们开导，而且我是认为这样子的话，整个我们松联大学，不只是我们松联大学，
我们这边还有德福社区，还有整个嘉南教会有500-600位看到这些影片以后，实际上我们这些影片屏东、台北、新竹都有在看啊，这样子的话可能整个都会推广出去，希望说如果说有时间，我们再跟宇春、跟陈老师来联络，看看如何来安排这个时间。谢谢。好，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好啊，那我们今天的2位职能治疗师帮我们介绍运动的部分，介绍的非常详细，可是是有点可惜没有实际的操作。那没关系啊，那我们的光福校长也邀请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可能也安排在实体课程的时候我们来进行。来，那我想问问看各位，大家有没有问题还要再请教职能治疗师？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有没有在运动保健，或是你在实际在运动上面遇到的问题，可以请教老师？我们时间有限哦。好，没有人要问，那我要问哦。老师，请问一下，刚刚有提到啊，我们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那个肌少症，就是肌肉在流失？您刚刚有提到，就是用我们的大拇指跟手跟小指头，对不对？对。然后去测量我们的大腿、小腿、大拇指跟食指。OK， 不是小指，是食指。是食指啊。然后去测量小腿。左右的拇指跟食指。OK， 是像这样吗？对，两个对着横向的对着在你的小腿肌肉上面，由自己来看你的肌肉群是比这个圈圈内缘小，那就是会肌衰症开始。肌少症、肌肉流失，可能我们就要训练。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如果肌少症它已经形成了，我们有没有办法借由这些运动，把我们的肌肉流失掉的再补回来？我的经验来讲，我大概还是会从营养上先补充。如果你营养不足，你怎么动，你那些肌肉的量和你身体要活动的能量是提不起来的。那么我记得以前在医院，以前还没有这个肌少症的名词情况之下，你如果这样子躺床很久的老先生老太太到医院执勤的情况之下，医生最主要的做法还是鼻胃管。你可能从3餐都没有吃营养，可能会增加到6餐的管灌。我曾经有一个长辈是因为住在护理之家之后，是因为医生的管灌之后，他的体重迅速从35公斤增加到45公斤，可能就在1个月左右。可是这个当下复健被动关节的介入，他的肌肉群还是会比较有力气。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营养跟你的活动要同时进行，因为你还要看你肌少症的时期多久了。他的意识刚刚讲的，你在运动当中除了肌力、肌耐力，还有你本身的平衡，再加上营养，这是最主要的。这个要同时搭配，然后再去评估或者是诊断它本身的病况，再来是诊断它的肌力、肌耐力、关节活动。刚刚讲你从运动开始，这些都已经要评估了。你本身身体的疾病、关节活动度，这个就必须要重新这边做，才能够介入你所谓的肌少症的部分。
谢谢老师你的回复哦，非常的详细，所以还是要通过饮食还有运动的平衡，这些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好，谢谢老师哦。还有没有要提问的呢？没有的话，那我们的课程就要结束喽。来，光福校长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来，当然我们还是非常谢谢于以春老师带了陈老师来哈，两个都是年轻的帅哥，今天给我们的整个视野是扩展的非常大，非常好。我们听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是很大的一个福音，我们拍手鼓掌他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有机会的话就会开个课，再教导我们长辈来做运动。谢谢。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光福校长，我们要不要预告一下下礼拜的课程呢？下礼拜是9科张医师啊，他的题目非常好，我们看我们播出来的就知道哈，是8月11号，也是同样一个时间哈，很希望大家再来听讲哈，耳鼻喉科的医生非常好的一个题目，谢谢各位。好，谢谢校长，谢谢老师。谢谢校长，谢谢大家，谢谢。再见。谢谢老师哦，我们明天我们上。下礼拜还是一样，下礼拜3从9点50分就开始。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李雅琴，我们的同工，非常棒的一个带领，让我们整个身心灵通通活跃起来大家开怀唱的在那边是说我们的一天日常生活。而且又有运动，又有唱歌，好棒的一个开始，非常棒。我想我们又是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非常谢谢他。我想我们希望各位在期待下个礼拜3来，然后呢，下个礼拜3的主题是詹医师是闻出转变的先机，应该是非常棒的，在桃园市的开业的耳鼻喉科医生，他会来主讲，非常棒。谢谢各位。雅琴，请你再继续下去，谢谢。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是可以提早上线，我们可以聊一些话题，或是简单的运动。好，谢谢大家哦。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期待下礼拜见，大家平安，拜拜喽。平安平安，谢谢。平安喽，校长、副校长辛苦了，阿如辛苦了，谢谢，大家辛苦了。OK。好了，拜拜啦，下礼拜见喽，拜拜，拜拜。阿卢在吗？